这是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一生的主日，阮正日女，搁一遍为了一你的圣殿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服侍主你。特别阮这迎子救主圣诞的事，阮用欢喜条条的心来到一你的面前。恳求上帝帮助，互阮今日的敬拜，阮的圣餐洗礼，拢会当得至主你的带领，互阮通过敬拜，通过甲你三角坐道，互阮会当甲主拿亲近。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摆在一你的面前，恳求上帝带领、引带甲赐福，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早起我特别欢喜，因为我看见上帝的国度内面，即上帝的大家庭中间，佫要加添10位的成员，而且才会要受洗礼的兄弟姊妹，毋但因家己要来领受上帝的救恩，得到永远的活命而已。圣经也应允讲，着信主耶稣就你得到救，以及你的家。而且咱看见，也就是当一个人信主了后，只要你会当是基督内面真侪新创造的人，一定会是你的生活中间有好的见证，互你全家人也因为你生命的改变来渴望得到上帝的救恩。所以今日接受洗礼兄弟姊妹，受洗礼了后，恁也会当在生活中间。只要恁来遵探上帝话去行，安尼恁必然看见你甲恁的全家人要得到上帝特别的带领甲祝福。因为这是上帝的应允，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拢着存这款的信心来期待上帝的救恩有一天要临到恁全家人。今日是咱大港节的第三主日，第三主日咱拄则姊妹。有点到第三节蜡烛是粉红色，就是讲要宣告喜乐。只要甲恁讲起，咱所有耶稣基督的所有基督徒，咱拢应该在咱的生活中间要有喜乐。特别保罗讲起，恁着常常喜乐。总是这个喜乐，毋是咱家己会晓搞，是靠主常常喜乐。所以咱迎子救主圣诞的事。第三主日就是讲要宣告喜乐，望咱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有在咱生活中间充满欢喜快乐，那安尼咱才有当做一个真好的见证。那为什么教会每年拢在庆祝圣诞节？咱是要通过这款的节期来提醒咱每一位基督徒，要纪念上帝对世间人的疼。圣经来讲起，因为众人已经犯罪。上帝阳光得无着，华语安尼讲起，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间人拢犯罪吗？这互真侪人拢无要相信，因为一般人犯罪观念就是讲，我若无害人放火，我若无犯着法律上的罪，那呢我有啥物讲？我哪有罪啦？总是基督教的罪观，甲一般人的罪观，确实有真大的差别。罪就是达未到上帝的标准，应该行好，你无去行，心中有歹的念头，这也是罪。对基督教的罪的观念，咱也是有家己的光景，就无一个人敢自称家己是义人。而且圣经罗马书第6章第23节，罗马书第6章23节讲起。因为罪恶的工钱是死，罪恶的工钱是死。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对罪一定会刑罚。总是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伊所听有伊要听伊所有创造的人类。所以上帝无愿意咱沉沦灭亡，伊主动差遣伊的独生圣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咱世间人的中间，来施行拯救的工作。耶稣基督要安怎来施行这救赎的工作？今日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讲起，上帝何许的无罪，替咱正罪，
是要互咱点伫伊来加做上帝的义。这段经文真清楚来指出，基督教的信仰，也就是讲，咱着向世间人宣扬的福音，迄个唯一称做义的耶稣基督，嘛是完全无有罪的耶稣，是各个他的山顶的十字架，承担了咱世间人的罪，忍受了咱着受的刑罚、受苦甲死亡。总是通过主耶稣为人类的罪所受的刑罚，却将咱为灭亡的性命，甲咱挽回。因为主耶稣的救赎，互迄个无罪的替咱承做罪。因为这个奇妙的退赎，只要咱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是咱的救赎主、拯救者，那呢，主耶稣要互咱承受伊家己的义。互咱因为安尼，在上帝眼中得到称做义，就是保罗所讲，因信来称义。搁一遍，咱才甲上帝和好。今日咱世间人不断地通过庆祝救主耶稣的圣诞，这款的纪念日，就是要互咱不断地提醒咱每一个基督徒，只要咱是基督内面，咱才会当在上帝面前徛在。搁要得到上帝的感纳，真侪新创造的人，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上帝主动要饶恕咱人类的罪，因为上帝要掠伊家己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要来承担咱人犯罪所应该得的刑罚，互咱会当因为相信耶稣是咱的救主，咱的罪就要得到完全的赦免。搁一遍甲上帝和好，真侪上帝儿女来领受上帝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上帝听咱人类最具体的表现，也是伊主动要赐予咱人类的作为。上帝的救恩是要白白赏赐予咱人类，我想这是上帝对咱人类的恩典。总是为什么有遮尼侪人还未来领受这个上帝的救恩嘛？最主要原因就是人无愿意承认家己的罪，无相信咱人是软正无完全的。所以拢就是爱用要家己的方式来追求快乐，追求家己的满足。总是咱无法度欺骗咱家己。人佫怎样的努力，犹原无法度靠家己的气力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而且，互咱人生有真正平安。今日咱为什么咱的生活常常无满足、无平安，有各种的痛苦？最大原因就是咱犯了罪。什么是罪？真简单讲，是讲你写字写无中目标吼。简单来讲，就是人离开了上帝，无顺服上帝，无行上帝的道路，就是行家己的路。总是咱人离开了上帝，就无法度得到真正安息。所以罪所带来的结局，就是互咱不安、怀疑、痛苦、纷争，最后咱行灭亡。今日咱要安怎，互咱的人生有真正平安嘛？只有咱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只有一基督内面，咱才当搁一遍真侪新创造的人。也是讲，只有一基督内面，咱才会当恢复上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人甲上帝满有亲密的交通，迄种和谐的关系。也只有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才会当搁一遍来领受上帝的救恩，真侪上帝的儿女。在基督内面，咱才会当得到真正安息。这是咱的教父圣奥古斯丁所讲的一句名言：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只有回转到一上帝遐，人才会得到真正安息。使徒行传第4章12节嘛，佫讲起，各地别个并无拯救，因为天下无赏赐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点伫伊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姊妹，今日咱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19章
一直到第10节，是描写一位抽象的头人，也是一个好业人，这个名叫做撒该的故事。用咱人的眼光来看，抽象的撒该，伊踮一个真繁荣、真车厢的城市，伊毋但伊做大官，有权力，阁有财富，总是伊发现伊一定对伊的现况并无满足，所以伊用尽办法，一定要来见耶稣。撒该为什么要挑找耶稣，要见耶稣？经文中间虽往无真明确一个记载，总是咱相信耶稣的所行所做，对当时的人来讲，一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若毋是耶稣的教示，甲一般的律比，当时的教师有真无共款。若毋是耶稣的所行所做，甲一般的宣教的领袖，也是讲有名望、这权力的人，我相信撒该这款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嘛袂去认目去见耶稣。总是更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伊的现况。伊现况，互伊无法度得到真正满足、真正喜乐、真正平安，所以伊真想有人帮助伊解决人生的困境，因为伊对耶稣就充满了期待。伊为了要见耶稣，甚至不管别人的眼光，伊做一个大官，爬上生财树。伊毋管别人即款异样的眼光，要安怎来看待伊？这抽象的头人，通讲是一个大声声的财务首长，竟然会爬上生财树，这是无体统的。总是为了见耶稣，伊无想遐尼济，就因为撒该伊渴望来见耶稣，也引起了耶稣的注意。耶稣就看见伊伫生财树顶面，就对伊讲：撒该，紧紧落来，因为今日我的确要点入你的家。撒该就紧紧落来，欢喜来接待耶稣。耶稣这款的行动，却引起遐群众、遐犹太人议论纷纷，细细念讲，耶稣竟然去晓得歹人的厝。这群众所议论的，就是讲起撒该为什么生活无平安、无喜乐的原因，就是罪的问题。就是因为罪的问题，互人甲人的中间，人甲家己失去了应该有和睦的关系，造成了咱人的心内的不平安。这个问题，相信撒该本人会当了解，总是撒该无能力来改变伊的现况。因为罪所互人带来是一个捆绑，毋是咱人家己所会当去面对的问题。对路加福音书第19章第8节，咱会当来推论撒该还未见耶稣以前，有缘继续犯罪去欺骗人，对别人也无心存一点怜悯、关心人的心。这绝对毋是因为撒该目的，其实人原本有一粒真良善的心，总是撒该就是无有气力继续犯罪，继续受良心的谴责，所以伊活伫痛苦的心的深坑中间，这是罪的可怕。所以保罗伫罗马书第7章第18节描写罪的可怕，以及对咱人的捆绑。伊讲，因为我知影，伫我内面，就是伫我的肉体内面，无有良善，因为论起以爱我的，我就无去做；我无爱做，反倒去做。所以，真正看见罪所带来，互咱想要去做好，毋过咱无法度去做好。咱知影这是歹的代志，咱却去做。所以，当主耶稣进入这撒该家庭了后，这个家庭开始了有了改变。这个改变毋是互这个家庭的地位更加提升，互这个家庭更加富足，是人心的改变。当主耶稣进入咱的厝内面，撒该伊的心开始去改变。伊对倚靠家己转移到倚靠主耶稣。这人心的改变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拯救、
就临到这个家庭，互这个家庭充满平安甲喜乐。亲爱的姊妹，撒该伊是安怎得到上帝的救恩嘛？对圣经中间，咱才发现伊是对接待耶稣开始。总是当伊拄对耶稣以前，伊做了两项要紧的事，就是认罪悔改。伊知影伊家己就一个无完全的人，伊嘛后悔伊家己现在生活的方式，所以伊想要去改变，而且伊将一切愿望寄托伫耶稣的身上。当耶稣基督进入伊的家庭了后，伊的生命得到了完全，伊有能力去改变伊家己，互罪所带来捆绑。所以伊知影，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就是爱听上帝。听人行公义，心存怜悯，所以伊对这位贪财如命的人，转变成做愿意帮赞真济送向的人。伊将所有的财富的一半，要来真济送向人，而且伊也知影过去歪人的，迄是冤过的，迄是毋对的事，所以伊愿意有讲冤过的钱财，伊愿意4倍奉来幸福别人，这是达到律法所规定上悬的倍数。甚至其实伊只要有1/5来幸福别人就可以，总是伊幸福人是4倍。这表示撒该是主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并且相信接受主耶稣成做伊的救主，伊个人生命的主宰。因为撒该真正的悔改，对瓦克家己转移到瓦克主耶稣，伊得到了人生中间最大的祝福，就是成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所谓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代表上帝的选民，代表因是上帝的百姓。也是讲，撒该对待了成做上帝的子儿，上帝要永远甲伊三角地带，带领伊的生活。互伊的人生无过受到罪的捆绑，互伊的生活在上帝的厅内面、上帝话语中间来享受有真正的自由、平安甲喜乐。亲爱的姊妹，主耶稣道成肉体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拯救失丧的人。什么是失丧的人？就是行唔到正确道路的人。消除拯救失丧的人，就哪像一件物件，咱放唔到所在，将这失丧，将这物件摕到应该有的位置，咱就将甲伊放到原来的位置。所以，一人若偏离了上帝的道路，就是行唔到道路，就是失丧，而且等于搁一遍。倒转到正路的时，就是被找着了。那像一个顺坦的囝儿，倒转到伊家庭，伊本来离家出走，总是伊即阵倒转到伊的家庭，互伊将做天父上帝的子女。所以耶稣来到世间，就是要互人倒转到上帝的国度内面，也是讲人要承受永生永远的活命。领受上帝的救恩，今日咱要讲做基督徒，就是爱甲主三个同工，来承担消除失丧人归回上帝的道路。所以，望咱每一位受洗归入主名的所有基督徒，咱拢应该踮入基督内面，甲主有生命的连结，每日每时每刻经历上帝的同在甲保守，并且在咱每日的生活中间来彰显。是基督内面所带来影响、圣洁、快乐、真爱、喜乐、结花果子，会当得到祝福的生命。只有咱在基督内面，咱才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亲像撒该同款这款的改变，互咱在生活中间有好的见证，来影响咱厝内人、咱的同事、咱的朋友，互因嘛会当渴慕上帝的拯救。悔改、认罪，接受耶稣，成做因的救主。这也是咱每一年在这迎接救主诞生
诶节期中间不断地提醒咱就是基督内面真侪一个新创造的人，互咱每一天有气力去见证上帝的恩典，互咱更加侪人会当愿意告别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互主耶稣会降生真正亲像主的使者所宣告的。我报互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万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是大必的城里，已经为恁生了一个救主，一个拯救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救恩是互咱每一个人，是咱所有百姓、所有人类拢有份。今日早起，咱有4位兄弟姊妹，以及等等也嘛有6位的儿童要受洗礼，因为因愿意悔改认罪，相信主耶稣。主就赐予因官并做上帝的儿女，因就要得到上帝的拯救，而且有永远的活命。以后人生的道路，上帝要引带因，甲因三个弟弟去面对每日的生活，互因会当活靠主，赢过人生中间一切困境。因也要在基督内面真侪新创造人，来享受主所赐予因真正平安。而且毋但家己会当得到这个福气，上帝要互因全家来得到改变，有一天拢要得到上帝的救恩。因为圣经有应允讲，就信主耶稣，你就要得到救，以及你的家。所以咱望咱这4位成人洗礼以及咱有6位儿童的家庭。会当通过这款的洗礼，互咱知咱的细囝已经归入主的名下。互咱所有这个成人洗礼，互咱知咱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望会当带领全家来归入主的名下。圣经也有讲起，有一个应允来讲，一个人信主，全家要得到救。这个应允真紧会当临到今日要洗礼，这4位。无道友要将做基督徒的全家，互因全家拢会当领受上帝的救恩，在基督内面真侪新创造的人。第4位兄弟姊妹洗礼之后，因会要甲咱三个来共守圣餐。通过圣餐，互咱更加会当体会到咱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咱要享受上帝所赏赐的救恩，得到永远的活命。也望咱会当积极。热心来传扬福音，在生活中间有美好的见证，会当互更加侪人未信主的亲人朋友，也因为咱来得到福气，领受上帝的救恩，在基督内面会当真侪新创造的人。咱三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今日有4位无道友，因要真侪基督徒要来洗礼，归入主的名下。我也真欢喜有6位细囝，也要小儿的洗礼，帮助因会当通过父母来引带，互因会当有一天会当家己个别信仰，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即基督内面，互咱拢真侪新创造的人，帮助互因会当在主的内面，会当通过上帝互因的恩典，互因的信心，互因会当。在生活中间活靠主来得胜，恳求上帝帮助阮所有的兄弟姊妹，特别是大降节期间，互阮会当来领受上帝这款的救恩，毋但阮家己得到，也要将这大的好消息来宣扬，互阮未信这亲人朋友，互因当领受上帝的救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